会来演唱，有2站。对头来哦。 卡住了，我们的思琴老师为了体贴大家有机会跟上，唱太慢就会卡到，怎么办？我想一下，再快一点点呐，快一点，好。唱慢吗？小音符太多哦，唱慢，好吧，那我们再试慢的试试看，试到成功。最后一句再听一次来，最后一句来一次音。好，那就这个速度来咯。好咯，试试看哦，加油！好。 最后音等一下，因为一有2个音呐，哈。好，最后一句再一起来一首，预备，来。因为大自然的暖不散。好，最后一句再一次，预备，来。因为大自然的暖不散。 预备，来。蓝调的白族兄弟，蓝调的白族兄弟，一心要记得，在你心留下真心的，因为多阻碍高的万不散。好，这算，咱要来到瑞典啦。 唔知影有啥物吼，好来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今日真欢喜有洗礼，然后昨饭到了，我有邀请今日要受洗礼的兄弟2位兄弟先听一下，为啥物？因为这首信息啊，因要伫咱唱的时阵，行咧外口有可能无法度好好唱，要么讲这歌词诚有意思吼，所以咱练歌的时阵。 因为旋律简单，要毋我惊迄词倒袂去，所以咱做伙来读一遍。不慢的1到5节念一次，预备开始。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白相思丰盛的画面。囝仔老所徛，伊白相思，互你感觉无欠一名第2节。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 互人改变的新画面，溪边搭树地，夜杯开花，祈求的人爬得到野。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有亲情奇妙的平安。伫洗礼中间，领受平安，为你为我。
大下地办。上主的水泉使人别人，但是逐位因为孤单，运费变满满到二年中，终极你我相聚到夜。咱伫这世间毋免惊吓，照主教是生活工作，上主的水泉使咱快乐，互咱做伊忠实奴仆。我在练歌的时阵，我无想讲，你就爱这首歌，讲对，因为昨昏要困之前，我搁听一遍。其实这个歌词足感动的，咱若是会当好好伫这内底来想一下，当初为虾米我愿意接受洗礼？好，然后咱对头到尾来唱一遍。上主的水泉是我，地上所有事的荣耀，其他人世间的历史所，我的感我的起点。对不对？上主的水泉是清水款，互咱的天地是我了，给你我所天也玫瑰花，给求你当配的羔羊。上主的水泉送来拯救，大时代为你为国爱，在世的中间也是平安，为你的大好地方。上主的水泉是我大光，大时代为你为国爱，为你的大地里求，求你我长久羔羊。但愿这世间有美阳，救主他是心爱安坐，上主的水泉使咱快乐，互咱做伊忠实奴仆。这时阵，咱阁献到信息365首，咱来经第1集就好。咱今日会做伙领受圣餐，会透过这首信息来思想耶稣身躯替咱定死。耶稣身躯替咱定死，代表脱手，我要脱离，不会要走，为了我心。不得往下，代代表你。这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与再去写礼拜。这时间已经到，咱来安静心，做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
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三角来念俄勒的圣诗，圣诗第265首，圣诗第265首，咱着敬拜主上帝，请起立。做伙来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架玛利亚出世，伊本着病倒引来受苦，变死的死埋葬荣辱。第三日对上两个我，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头前，伊要地下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圣道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体验。体验文第23篇，上时也是诗篇96篇。体验文伫咱圣诗的后面100380页。我先来起，大家做伙来吟。要对上主唱新的歌，要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要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万关联的上帝，
阮感谢你，因为你甲阮讲，阮若承认阮的罪，你即时就要来洗清阮拢总的不义。阮感谢你来洗清阮，互阮今仔日会当来领受圣餐，借着耶稣基督你的血，互阮会当洗清去。主啊，阮要来为着台湾即个土地来祈祷，真侪人还未认捌你，望主耶稣你的大权能嘛来互台湾即个土地会当更新变化，互遮个人会当合一，会当行公义、好人民。主，我嘛为着桃园教会今仔日要受洗的兄弟来甲你献上真大的感谢。相信伫天顶嘛有正天使来为因欢喜。主啊，阮感谢你，愿圣神即当阵嘛来运行伫阮教会的礼拜当中。阮也要来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因可能伫厝内，可能伫病院。主啊，即时愿你权能来医治因，互因的身躯病痛拢离开因。愿咱的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咱来看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16章17节到27节。罗马人书16章17节到27节，显着我来读。兄弟姊妹，我苦劝恁，着小心提防遐个制作分裂，互恁犯罪，违背恁所领受的教示遐个人。因为即款人毋是做仆人在服侍咱的主基督，是在顾家己的腹肚，用花言巧语诱惑老实人的心。因为恁的顺服，众人已经拢知，所以我为着恁欢喜。我爱恁对好事着巧，对歹事着戆。赐平安的上帝，真紧就会将撒旦拍碎，互伊屈服伫恁骹下。愿咱的主耶稣的恩惠甲恁同在。我的同工提摩太，以及我的亲族罗求、亚孙、所西巴德，甲恁请安。我得提就是即张批的代笔人，伫主内甲恁请安。则替我甲全教会的加油，甲恁请安。即个城的过继长以拉多，甲恁的兄弟挂头嘛，甲恁请安。愿荣光归乎上帝，因为照我所传的福音，就是所宣扬的耶稣基督，来坚固恁的信心。这个福音是万古以来所隐密的奥妙，但已经照永活上帝的命令，通过正先知的册显明出来，要互万民知，通信来顺读。愿荣光通过耶稣基督归伫独一专制的上帝，直到永远。阿门。即时，请圣歌队来学乐。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因着爱，我主八饼。
即时请牧师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最后的提醒甲祝福。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的恩典，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而且我这一次的邀请大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听不太习惯台语，我要邀请你，我有在外面的招待桌预备了华语讲章，所以我会期待我们一起来听见上帝的话，不受语言的限制。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这个比较困难，有时候需要一点辅助的话，我有预备这件事情，所以请你就不用客气，待会就起身可以过去拿。愿上帝恩典，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特别伫这个天气变化的过程内底，求上帝赏赐的怜悯甲温暖，会当温暖咱每一个人的心。所以，伫这个季节，我时常会邀请咱大家会当来做这个温暖的练习，就是请你握手握到迄个，互你的比你的手较小的迄个人为止啦。吼，握手的过程嘛会当先算讲平安，安尼会使吼。若无方便握手不要紧哦吼，因为有的人可能即摆这个状况无得较适合握手，但是你若会使。假使你若方便，请你握手握到迄个比你的手较小的人为止，请开始，好无？请开始。先算嘛会当甲伊讲平安。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开阮的耳孔，听见，伫早起你要永远所讲的话语。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顶礼拜已经有讲过，就是随上罗马书16章，咱大概真少听到牧师讲道会讲到这。总是这是这张批上尾的请安。伫顶礼拜，咱读到保罗罗马当时有5个信仰群体，咱今仔日嘛会当讲，这就是5个教会的领袖请安。实际上，这礼拜咱线落读到的是这个时间、这个时阵，为伫保罗身躯边的同工的请安。因的请安，挺有意思啊吼！所以其实是两群人互相的请安。当咱搁较深入去探讨这个人，初代教会的这群信徒，咱会发现因的身份，因的身份话真高贵，话真逼真，总是因却会当伫同一间教会。做伙同工，用圣洁的真喙互相接纳，这证明耶稣基督的疼超越过这个世界所互咱人原本的限制。咱这个人原本互这个世界生落来，咱都有一寡限制，咱会互咱的身份、互咱的地位、互咱所有。这个代志所限制，总是耶稣基督的疼会当超越这个。这上时嘛提醒咱，基督徒的信仰是爱伫属上帝群体内底去经验甲实践，更较需要是互相的提醒甲纠正，咱才有法度做伙行伫上帝心意内底。上尾，其实这一章有一个要紧的代志，是咧对咱提醒。虽然咱讲这张批是保罗所写，总是其实伫伊身躯边有侪同工。换一句话来讲，传福音毋是只有出伫一个人一支喙，传福音更加需要
真侪互耶稣基督的听所激励的同工做伙来做成。咱来知影，伫保罗时代，迄种超越过阶级甲种族的限制，即种代志是真罕见。大概我都伫无共款的群体内底来发现到，总是保罗咧对咱讲，伫教会内底的性格，咱教会所显出来，就是爱伫甲这个世界有分别。咱需要真正会接纳，总是袂当凊彩。真正的接纳，总是迄个接纳，咱嘛爱有清楚的辨明。所以保罗线落来所讲的这段，一定是想起伊伫教会内底所拄到的困难甲问题，所以伊提出伊的苦劝。罗马书16章17节线落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兄弟姊妹，我苦劝恁，着小心提防遐个制造分裂，互恁犯罪，违背恁所领受的教示。遐个人，所以是遐个人吼，是一群人。保罗提醒因讲，爱留心伫教会内面遐个反对福音真理，遐个会造成分裂甲绊倒、伤害合一，互信徒绊倒的人。卡巴特是安尼讲，伊讲爱注意遐个明显混淆乌白的人，因的做法。和合本是安尼翻译讲，背离所恶的道。保罗要对罗马的信仰群体，其实嘛咧对咱讲，爱会记得恁一开始所领受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教示。老人的教示背离这个原则，就应该提防，来离开因。罗马书16章18节刷落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这款人毋是做仆人，在服侍咱的主基督，是在顾家己的腹肚，用花言巧语诱惑老实人的心。所以保罗心内底咧想啥？保罗心内底想的检测是，伊伫罗马书14章到15章所讲，有一群人，当时伫教会内底有一群人，因感觉因家己真刚强，所以因用食肉，坚持用食肉的方式，无少互因看做软弱的兄弟伫属灵顶头绊倒。总是后来更较侪的神学家认为，伫遮的腹肚，顾腹肚啊吼，顾家己的腹肚，其实有迄个原文其实有更较深入的意思。所以真出名伫历史顶头，迄个教父叫做库斯多姆。金口约翰，伊就认为讲保罗伫遮所讲的，其实是讲遐个人是想要满足家己的欲望。实际上，天主教的教父阿奎那直接来解说讲，人若顾腹肚，比就是直接是讲人会贪婪。换一句话来讲，是咧讲这个人内心有随时要准备剥削人的贪婪。保罗咧对咱讲，做一个基督徒，其实咱思想会真单纯，总是咱刻离主耶稣所讲的迄种灵巧那亲像蛇，然后顺良那亲像剪仔，迄款的款式真远，因为咱真容易互人讲好话，也是假冒伪善，看起来真好的迄个言语所骗。罗马书16章19节刷落保罗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恁的顺服，众人已经拢知，所以我为着恁欢喜，
我爱恁对好事着巧，对歹事着戆。保罗学了即群罗马的基督徒讲，恁伫迄个政府的迫害下面，有缘来听叹福音，有缘相信福音来感觉欢喜。总是伊更较毋忘，因会当伫上帝看做好的代志顶头来明辨是非。所以明辨这项代志真要紧。伫邪恶的顶头，迄个翻译讲戆啦吼，其实伊是讲伫歹事顶头着无知啦，都毋知影连什么货是歹，都毋知影吼。总是变较清楚来划分这个代志。斯多德牧师是安尼诠释，伊讲基督徒真正的顺服分做两种，一种顺服叫做目睭暗暗无看，一种顺服叫做明辨是非。明辨，保罗毋望因会当发展后面这项，就是明辨是非这项。伫好顶头巧的意思，就是会当分别什么货是好，然后爱行出好，遵行好上帝所讲的好迄条路。伫歹顶头戆，意思就是知影会当闪避歹事。然后斯多德牧师讲，伊讲有三项原则会当成做基督徒明辨是非的标准。倒三项就是基督、圣经、甲道德。这三项，伊讲所有的代志、所有的假事，拢会当用这三项提三个问题来质问。伫所有任何的假事顶头，拢会当问讲：这有合圣经无？第二，咱会当问讲：这会当应跟耶稣基督无？第三，这会当互咱领受到好无？良善。罗马书16章20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赐平安的上帝真紧就会将撒旦打碎，互伊屈服伫恁骹下。愿咱的主耶稣的恩惠甲恁同在。当保罗伫伊的批顶头提到完全这字的时阵，伊是根据伊所受的两种生活甲教育传统所影响。头一项是希伯来的传统，什么话叫做完全？完全就是献祭物伫上帝面前无瑕疵。这伫旧约圣经内底真清楚，迄叫做完全无瑕疵，就叫做完全。总是另外一种的完全，是伊所生活希腊文化内底完全。迄种完全的意思是合适、完成、学的啊，听有意思啊吼，摕到文凭啊吼，拿到文凭，迄叫做完全。所以保罗伫解说顶头，伫伊的批内底，其实有这两种完全。所以保罗咧对咱讲，当人无过互迄个看起来真水的言语。看起来是真赞的话，假冒为善所骗。当人会当弃绝歹，坚持好，就接近完全。听有意思啊吼？这就安尼就接近完全。那安尼就会亲像诗人所形容，迄个用上帝做避难所。用至高的做伊徛起所在的人，诗篇91篇第1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要用脚、掌、腮、甲毒蛇，
且毋通真正去占使甲毒蛇，这是譬如爱会记得会晓读圣经，圣经所描述的其实是一种譬如。所以伫马可福音上尾，咱读到迄个爱会记得，迄叫做譬如，毋通真正去占毒蛇。这个譬如是咧讲啥？是讲这个互上帝看做好，完全的会当互遐个对得幸福伫伊的骹下。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会当得到上好的祝福。罗马书16章21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的同工提摩太以及我的亲族路求亚顺所生巴德，甲恁请安。伫圣经中，提摩太上早，互圣经所介绍出来的时阵，是咧形容伊是啥物款的人。出现伫《使徒行传》16章第一节啦，吼，这是第一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保罗搁去特比加罗斯德，伫遐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老母是犹太人，是信徒，老爸是希腊人。这应该是保罗甲巴拿巴伫第一遍的宣教旅程顶头，保罗就带提摩太信主，所以毋则伫遮称伊做信徒，有一个门徒吼，有一个门徒。伫保罗的批顶头，真侪摆提起提摩太，叫做伊的同工，也是助手。迄字嘛会当翻译做助手。然后有更较侪摆，甲保罗做伙写名伫伊的批顶头。咱若有注意读，咱就知影，真侪批拢是保罗甲提摩太做伙写批。保罗搁找提摩太去真侪无共款的所在去负责教会事务，上出名的就是保罗找提摩太去以弗所，所以有人讲伊是以弗所教会第一位牧师。换一句话来讲，伫保罗后期的宣教旅程内底，提摩太是伊非常要紧的同工。路求其实只有出现伫圣经另外一个所在，这个所在是《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提阿的教会有几来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拿巴，互人叫做乌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甲分封的王希律做伙大汉的马念，以及色勒。所以这几位拢是当时安提阿教会的教师，或是咱讲先知，互人称作先知。咱来知影啥物会叫先知哦？先知就是上帝的出声、出声口。迄原文的意思是安尼吼。所以家书是伫遮所描述的古利奈人路求。应该后来伊甲保罗做伙成做巡回传道者。总是更较侪近代的学者认为，保罗伫遮所提的路求其实是异性路加，因为路求是拉丁文，总是路加其实是希腊文，希腊名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吼，迄个差一点点仔尔，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近代更较侪学者认为，伫遮保罗所讲的是路加，就是迄位写路加福音加使徒行传的作者。亚顺应该就是帖撒罗尼迦城收留保罗加西拉的人，然后所生西德应该是使徒行传20章第4节 A 段所。提到的这个人叫做，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吼，来，甲伊做伙去的有比利亚人、毕勒
书的囝所巴德，所巴德甲所西巴德，其实多差一点点，原文字差一点啊。所以新亚教是咧认为讲，所巴德应该是缩写啦，干下的意思。因为保罗刷落去要将马其顿这个教会奉献的经验送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伫遮所提到的这两人，这两个人应该就是马其顿教会的代表。罗马书16章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得地就是这张批的代笔者、代笔人，伫主内甲恁请安。所以伫遮咱嘛看到，伫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写批的时阵，时常用会晓写字的书记。所以保罗伫伊的批内底嘛真侪摆暗示讲，伊是使用书记来写批，总是只有伫这个所在。迄个书记得地既然主动写落伊伊本身，所以这段毋是保罗所讲的哦，是伊得地所讲的哦，讲伊罗马正教会请安，真特别。换一句话来讲，得地有可能对罗马也是意代而来。然后，罗马这个教会兄弟姊妹熟悉。罗马书16章23节到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台我甲全教会加油，甲恁请安。这个城的贵价长以拿督，甲咱的兄弟挂头嘛，甲恁请安。加油应该是保罗伫哥林多亲身甲伊行洗礼的少数两个人其中的一个。这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14节。使徒行传18章第7节咧记载一项代志，就是保罗离开哥林多会堂了，伊带到一个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叫做提多犹斯都的厝内底，真侪人认为这个就是加油。真明显，加油是外邦的基督徒，伫当时社会有一定的地位甲名声。伊搁较慷慨来接待圣徒。然后上特别的是，咱读到这位叫做以拿多的人。这个以拿多伫今仔日的哥林多的遗迹内底挖出一个石板，然后这个石板经过神学家的判读，伫头前迄个，咱有看到无？上头前的这抓迄个叫做以拿多石板，挖出来的时阵，互人判读做主后1世纪所留落来的碑文。顶头是安尼写，讲以拿多市政官自费铺设道路，伊用家己的钱铺设道路啊。所以这是当时罗马政府颁发的石碑，跟咱亲像今仔日总统咧颁发迄个褒扬令，咱也是迄个伫跟咱伫学校接到奖状共款啦。奖励你安怎吼？奖励你对顶头奖励。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因为这个名真特别，大概真少读到这个名。第二是这个地点符合，因为是哥林多，出对哥林多，所以近代学者认为这就是伫罗马书上尾所提到的这个人。对安尼来推论，以拿多是哥林多城的高级
官员，当时是管银库，然后来伊互人提升成做市政官，因为伫迄个顶头石碑顶头是讲伊是市政官。伊是这个城市大概是第2号人物啊，简单来讲是安尼。上悬落来的第2位官，迄个上悬级的官员，就是伊粒多。所以，新若甲发现，互人更较惊吓的是，保罗既然互官途，这个明显是罗列的名的人，甲伊粒多做伙共列伫共一个请安的行列内底。咱会知影当时真侪罗列名，主人是照因出世的顺序来号，所以提得提，咱大多读到迄书记得提是第3的意思，老3，然后官头是老4，老4的意思啊，第4个的意思。所以甚至有人咧摇伊是得提的小弟，有人是安尼摇。所以近代神学家认为，这就会当证明保罗关心平等，透过请安的共列，显出初代教会超越时代，伫教会内底会当无分阶级，看彼此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会当真正会接纳，互相接纳。虽常常咱会亲像保罗伫罗马书内底的吐气，罗马书第8章22节，保罗是安尼吐气，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有被造物到现在，要做伙地痛苦哀叫。无论是伫第1世纪，还是咱现在，不管咱是年长，或是少年，聪明或是平凡，有权或是边缘，好野或是丧凶，勇壮也是软者，咱拢会拄着伫失丧的时。惊吓的时，毋知要安怎的时，来痛苦哀叫。有当时啊，是甚至哀叫袂出声。咱会为着咱渐渐衰败的健康，咱会为着咱人际顶头真紧张的关系。咱甚至会为着咱经济顶头真无好的时来紧张。咱嘛会看到这个世界遍地有侪人夭饿、病痛、困迫、加杀害。咱看到咱的性命所带来侪限制，互咱。拢陷入伫侪困难甲痛苦的内底，然后就亲像圣经所讲，迄个雨水落伫好人甲歹人，上时拢落来，嘛临到上帝的囝儿。总是保罗却伫罗马书上尾用这首俄罗的诗，咱通讲上用。这嘛是咱的礼拜上尾，咱的吟唱常常的吟唱的诗，用这个上言来教咱，就是咱伫迄个上痛苦的哀爸叫母的时阵，咱嘛爱学乐。罗马书16章25节，保罗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愿荣光归乎上帝，也照我所传的福音。就是所宣扬的耶稣基督来坚固恁的信心。这个福音是万古以来所温密的奥妙。这3节其实伫原文是一句尔。
然后是一个复杂、真华丽的一句。保罗爱咱做伙学了上帝，因为以后福音遍传，伊坚定人的信心。伫咱看无五望的日内底，伊犹原互咱一个倒是上困难的时，咱嘛要相信伊迄个心。伫咱的言语所无法度表达的时，伊要启示咱迄个稳重的奥妙。罗马书16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他已经照应我上帝的命令，通过正先知的册显明出来，要互万民知，行信来顺探。永远的上帝过去借着伊的发言人所讲所写的，拢为着万邦万国以及咱会当有信来顺探这款的心。罗马书16章27节。上尾一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愿荣光通过耶稣基督归伫独一全智的上帝，直到永远。阿门。借着伫基督耶稣内底的救赎，甲独一智慧的上帝，互咱伫伊荣耀内底直到永远。所以，什么会叫做福音？罗马书所见证的福音的奥秘。就是不管咱伫什么款的处境，伊犹原来到咱中间，伊要带互咱以及这个世界，迄个永远无弃杀的信息、主爱甲救赎。所以历史顶头有真侪有名甲无名的人，愿意专心奉献伫福音顶头，因搬过国籍甲身份的限制，勇敢去听。实际上，这嘛包括伫台湾。所以，咱会当看到这张相片，这张黑白的相片记录了一幕。这是伫圣诞树的边啊，一群囡仔抱因的礼物，然后笑得真欢喜，徛伫迄个中间的是孙丽莲。这张相片应该是翕伫1952年的时阵，孙丽莲牧师娘实际上这是伊甲伊所设立幼稚园的囡仔的合作。1927年，孙丽莲女士甲先生孙雅各牧师来到台湾。一开始，伫伊生涯的头一阶段，伊只是宣教师的太太，有当时嘛，互人称作牧师娘。然后后来，当孙雅各牧师过身了后，伊立志要成做太太宣教师。就是将宣教师的太太换过来，伊愿意成做太太宣教师，发挥伊的影响力，尽力将福音的听去到台湾上真实的欠缺顶头。后来，伊成立伫1952年成立在台法人基督教挂彩总会。基督教挂彩总会，咱无的确所有的人拢知影，总是咱爱知影，伊是台湾设立的第一间社会福利机构，伫内政部登记是第一套。简单来讲，伫所有的人伫台湾也无人知影啥物会叫做社会福利的时阵，伊就设立这个挂彩总会，毋望亲像圣经内底所讲的挂彩子。显出影响力，然后这间当时伊设立的时阵，伊毋望会当出力伫台湾当时弱势的儿童、少年、原住民以及汉生，就是泰戈病啦吼，泰戈病患
甲乌骹病患、医疗救助甲安置，上时嘛为着台湾早期的社会福利工作起做这个基础。当时，伊伫台湾各地设立儿童之家、幼儿园、育幼院甲少年之家，以接无数囡仔的成长甲望。伊甚至当时捌为着囡仔的营养，设立牛奶的供应站，对承德到台南沿海有24个所在，约略有6000位送乡的囡仔来得到运费。伊开班培训幼稚园的老师，望有更较侪人会当陪这囡仔行了真远，行了真稳。孙理莲女士讲：人生只有一遍，互咱去到上需要的所在。这嘛正做台湾社会福利机构上早的开始，然后这个开始其实就是对一个基督徒，一个甚至互人袂记一个基督徒开始做起的。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人生确实只有一遍，愿咱的性命彰显福音的奥妙，愿咱伫上困难的日内底，犹原阁会当学乐上帝。愿圣神加添咱每一天的快乐甲信心，超过言语所通表达的。做伙来祈祷。主，愿感谢你赏赐带领，因为阮知阮是你所听所敬的囝儿。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引带阮，互阮知是虽然人生只有一遍，总是阮愿意听见这个呼召，为你的听，头前来迈进。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这时，我要请咱徛起来吟圣诗第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徛起来吟，然后在吟到第3节的时阵，我要请两位兄弟李志忠、古云来到台前。吟唱到第3节的时候，请2位弟兄来到台前哈，咱做伙来吟全首，咱做伙来吟来。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满，未想思丰盛的我命。今那人所欠，伊未想思，予你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予人改变的生活命。客比大所对也未开花，祈求的人要得高扬。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定情奇妙的平安。伫洗礼中间，领受平安，为你为我导航陪伴。上主的水泉，赐予咱人
啊，是大卫耶袂孤单，恩惠被满满交伫恁遮，强起你我照照高行。咱踮这世界，毋免惊吓。教主甲实现我工作，上主的水泉使人快乐，互咱做一条新路步。会众请坐。咱伫个房间是倚靠主上帝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话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会着驾驶因手，搁我一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所以，就亲像迄时主耶稣驾驶咱，即时咱爱知影，恁着亲信。着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即时，我要直接来问李志忠甲古云。恁要受洗礼，着伫上帝甲众人个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伫遮所问的，所以请恁用应答话语，就是忝头来表示恁的应答。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好，这时我要请会众起立。李志忠，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名，阿门。归，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尽正圣，愿你的神魂甲身体，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通得到保全，无通嫌。当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传会员，有分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内底，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
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顶面，坚固因，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的快乐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就安稳伫你的听，互因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众人对今仔日参悟了后，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路，至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互阮完全反悔，带阮倒转归向你，对答了后，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请会众请坐，我要请小会员以及咱退任的小会员吼，咱的长老啦在场愿意起来接咱，会当起来跟阿手，所以你们可以转个身哈，转个身哈。咱介先拢准备，听讲应该是会准备圣经吼，圣经来送礼物啦吼，所以送花的互姊妹吼送圣经的，来，咱小会员会当来头前哈，来头前哈。可以。好，咱拍普拉来欢迎因，伫咱的家庭内底吼。志忠应该是咱教会会友带上近的会友啦吼，伊就住伫隔壁吼，隔壁迄个大楼吼。今仔日有家人的同学吼，调工对家人，伊出身伫家人吼，调工对家人来见证这个时刻吼，咱真正有上帝个有伊的查某囝吼，拄学测，刚学测刚结束啦吼，愿上帝帮咱夫妻。古云即摆咧做兵吼，伊目前是这个军人伫宪兵队吼。当然来到咱的教会是因为有交到好朋友啦吼，绝对是有交到好朋友才会来吼。咱嘛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因以及旧因伫军中的生活，伫军中所以无得靠礼拜日有法度来，吼，所以咱无得靠有法度时常看到伊，总是愿上帝帮咱，互伊伫这个过程内底，特别伫少年。做这个军人的这个过程内底，拢通得到顺遂。咱搁一遍来拍普欢迎因，成做咱这个熟练的家庭内底一部分。好，这是咱要坐地来吟唱圣诗第365首，咱要吟第1节到第2节就好，咱咧坐咧吟就会使。下所辛苦，体难定是要拼团守，妙得你会老春为救下生。家代代光明。
情人，三竿正拼，正做一体，大家三听，隆重饮杯，同齐礼，兄弟姊妹，家主建立。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纪那属于教会陪餐者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纪那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恁纪那着我担当担，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纪那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你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扬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答愿照你命令摆设宴舍，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愿，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恩典中，荣耀你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啊，弟兄们，我要邀请咱大家，伫咱小会员，伫咱长老来服侍的时阵，我要邀请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所以，请你来做第一个祈祷，为着咱身躯顶头的病痛，为着咱身躯顶头的欠缺，以及为着咱这段时间以来离开上帝的时。以及得到上帝恩典的时，所以这个时间拄拄好是咱定心来回想，以及甲上帝立志祈祷的时，请咱想到感谢的时，上帝来感谢，然后想到遐个捌离开上帝的时间的时，上帝讲，主求你怜悯我。所以这个时阵，我要邀请你来做第一个祈祷，请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主阁讲，
要喙焦耳无记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上帝稳定的话，甲咱做伙伫地。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时，既然你们是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这个杯是这个饼，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伙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里面，既然你们是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不过，无够个转来，吼，无够个转来。这是我要邀请咱来做第二个祈祷，请咱为着咱所听以及听咱的人祈祷。所以，这咱所听以及听咱的人，我相信咱目睭刻刻拢会当一个一个叫出因的名，目睭刻刻拢会当呼出因的面，所以。请咱会使一个一个为着咱所听以及听咱的人来祈祷，这是咱来做第二个祈祷。咱会使求上帝赏赐伊教野的祝福，求上帝赏赐伊不管伫倒落的平安。求上帝赏赐的怜悯，就临在伫因身躯顶头。我也要请你特别为着你所在，遐个现在搁伫病痛软弱的内底，你所在的遮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医治，求上帝怜悯。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的人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嘛甲我食。我要请咱将这个塑胶膜拉拆开。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设立为，既然你们是着安尼行来纪念伊，请做伙来领受。
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伫地，请咱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疼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应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唱圣诗第365首的第3节。主你受咱愿的安稳，乐感谢真救大恩，愿主仁爱随别和关心。掌管听你日日那情。这是咱来奉献，请刘跨辉、黄腾义两位执事来书献。兄弟姊妹起立。只是愿到你圣殿，咸汤白白受恩典。虽然不大嘅苦难，愿你甘来愿所献。咱同心来祈祷，请爱主上帝，我满心感谢欧你，感谢主你引带带领，互咱来到教会来领受主你的教示甲恩典，阮满心感谢，阮奉献淡薄仔金钱为教会圣工所用，愿你感纳。我恩你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即时来报告。本主日
咱来搁一遍来感谢主，咱受洗志忠甲古云今仔日来受洗。今仔日中昼12:30有行政部会甲教育部会开会，请会员爱注意时间。在务部伫下晡1:30来召开，嘛请会员来部员来出席。后主日是台湾国际猫งู对策协会，我有练。曾正志牧师前来本会正道请安分享，请为着即个协会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2月份的7月的中集，请来注意。第6届第3遍的董事会，伫今仔日中昼12:30，伫702调开，请董事出席。教会消息，2020年的好会，伫2月8号上午9:30来开始。即天是2场礼拜合并，请大家要注意时间。也请各团契伫1月底，将圣诞节的布置拢恢复到完全。第3条，好好啊读圣经的查经班，即届要读的是约翰福音，讲师是王文印老师。请大家来看时间，嘛会当用 QR code， 也是去办公室报名。欢迎兄弟姊妹踊跃参加。教会所谓式的时间的调整，请大家来斟酌看。若是有伫平常时要来教会请讲的人，请注意时间。其他的消息，今仔日嘛有互助社的社员大会，请社员来踊跃出席，有纪念品。互助社的理监事会伫后礼拜的中昼要来召开代祷的事项，请大家来看，也为着肢体来代祷，请大家每一个人拢会当为着咱肢体无爽快的兄弟姊妹来代祷。好啊，剩的咱来请牧师。我来报告，搁一遍介绍从基隆过来的。志忠的好朋友，然后也是同学，商任荣，请拍手哦。商我不太会读了哈我们拍手哈。还有他的太太林玉仪哈，林玉仪，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哈。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然后志忠兄的女儿哈云山也在我们当中哈，请她站起来哈，来。我们要为云山祷告哈，他学测刚结束，那希望能够有很好的接下来的路程哈。愿上帝保守，愿上帝保守，互咱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伫遮我只有简单来补充说明，就是最近阮1月份已经咧展开生日的庆生有一寡人有时阵敲电话敲袂通，有时阵迄天确实。有较侪的事工，所以有漏失，所以嘛爱请大家原谅。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的教会，咱的互相祝福，真正有上帝特别的馈咱来到咱每一个人身躯顶头。OK。上言圣诗395首。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回众起立。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灵传。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你面前对主不悔，到底世间，我你所要。
我妙真理，因我心内结好结晶，心如人来最好模样，因全人人灵魂地球。我每是山求主赐福，困苦的人主因快乐，相信因传甲我当行，眼前孤寂。严格力量，阿门。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请听圣歌队的祝歌。电乐。等者要请小会员，等下伫交易厅留一点仔时间吼，请小会员留步。咱来互相请安，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